韩国瑜太太李高芬的家族牵涉到婚姻大通沙礁场这个案件，今日又有新的事情。立委黄国昌提出国有财产局甲监察院的公文，讲当时282万土地补偿金，这个韩国瑜因丈人的家族根本是一线都无揽。这个国有财产局嘛无追究，倒一个市民有这款的待遇。韩国瑜的阵营讲黄国昌的政绩有问题，佮问讲沙礁案甲韩国瑜有甚物地带？ 纵容这些有权有势的权贵，把国家的财产当成是自己家的东西。韩国瑜因某李高芬的家族牵涉到婚姻沙礁场非法占用的争议，立委黄国昌继续搁压料，当时连土地补偿金拢无揽，要他们缴钱，半毛也没有缴。事情这么明确了，到现在还在凹。 黄国昌提出当时国有财产局的公文，强调讲李高芬的家族非法占用国有地。 证据明确，连监察院都认定国有财产局有疏失，也过买手嘛无严办。当初是谁纵放，这样放弃国家的权利？这个是权贵还是庶民？有哪一个庶民可以享有这样子的待遇？ 黄国昌提出追债证据，当时国有财产局以2000年到2002年被占用时间来算，李高芬的家族应该付282万外补偿金，也过一线都无揽。一直到2006年，李高芬的老爸李日贵申请作为简单的休闲农场，国有财产局则要求纳2002年到2006年的补偿金。 也过干那纳4万几块，对着黄国昌的指控，韩国瑜的阵营嘛不甘示弱。依法认定的面积，大同砂石行业都依法缴纳 补偿金，我觉得黄国昌老师，你才是那个说谎的人，请你停止继续说谎。选前最后1个月，韩国瑜去卡到沙礁案的风波，恐惊会变成影响选情的原因。